过前各位上嘅插草，过等人味哦，也个时间用除草剂清理片友好和上人工。除草剂喺国内系合法用药，唔过也得化学药剂对人体、对环境都造成负担。而来有一群妈妈对社区顶上有人提撒除草剂，感觉讲佢不安。而来县政府也喺90年代开始禁止业内嘅公家单位用除草剂。和全国体大提出的除草剂使用管理实施条例草案，对非农业区开始了禁止，为南北设置有机农业区全面禁用除草剂来做准备。伊都会生意呢，啲教员都会草坪跑紧走，伊都会拿点无聊的，嗰点树丛下摆嘅草嘅。有一群家长把人除草机，这里的有过教员的水准。除草就是我们会跟华德福学校对不对？配合跟我们的环保志工，他们去除草这样，除草机去除草。一间为啲2001东山区江湖社企业慈善华德福学校。长期以来，用关怀尊重土地大自然来做教育，既然教坊留社区家长成立了割草大队，行出学校，向下整理附近的水质来割脱草嘅。學校一提出一樣嘅想法，家長也都主動支持，向下主動來學一樣嘅用除草機。中國學校順學少用除草機，學生嘅康健也向下有保障。如果我们把我们周遭的水菌照顧好，其實相對的，我們也照顧到學校附近的水資源。對孩子在這個環境裡面活動，我們也會覺得安心跟放心。新年嘅設計，華德福學校讀書嘅莊秀珍，講起割草嘅，做幾都市嘅懊惱。幾年前，佢國家嘅離開台北搬轉宜蘭，當時本來想要請嘅企業無污染嘅農沙來帶。不過附近嘅農民見識農藥，之後個搬到驗證中心嘅注冊區，冇想到除草劑嘅項目還係緊停的呢。這裡都是建地，都是住宅區，那有些是老地主或是建商，他們買了，他們噴一噴，大概5分鐘、10分鐘人就跑了，就走了。那我們一直在這邊吸到那很不好的味道，而且我女兒還是我，只要聞到那個味道，皮膚都開始過敏。驗證從北區開發的前期完全冇農藥，遇到冇起伏嘅地主，冇一本空地生草大農，當家就噴除草劑來解決。莊秀珍就假擺出面一道，前面還留部分地主打合，留隔壁鄰舍向下出錢，搶人來割草嘅。我們真的力量有限，只照顧2塊地。所以只遇到除草，我們就會跟地主講，可是他們接受度不高，然後甚至還用很不客氣的言語來對付我們，然後開始就跟縣政府、跟環保局一直不斷的希望他們來立法。唔單止莊秀珍大業社區要面臨除草劑嘅威脅，研究越來越多嘅有山耕種嘅小農。單兩個標嘅田丘作為食藥嘅，有時節老農也會鼓勵其他農民食藥嘅卡利片。我們就是不用農藥，所以你不能就說噴了把它拉。剛剛那個農夫過去也叫我們要噴藥，是哈，不然你這個肥料都被草吃光了，養分都被草吃光了，以後草也長得很密。好，對啊，我們的原則就是不用農藥。90年代啲宜蘭爭成立嘅200甲。係一個天數，將做農嘅人來做有山耕種嘅農民團體。除咗天數前提、標題以外，還可提供農業技術資源。嗰啲人記得就上一啲內sản xuất、標適合體來耕種，因為咁樣發現營養溫泉，還可投南洋平洋最西片水源條約嘅3分之標下來，最係唔希望除草劑一條約嘅本水打定下來。因為耕作條件並不好，可是當時他正在被噴除草劑、被慣行做的農業做建甌啊，那看了整個都噴了除草劑，就覺得不把這塊田拿下來，
我在想的那个什么南洋平要全部友善耕作，我连这块田都没有办法处理，就根本就什么都不要谈了。主题今年5月，宜兰县政府公告的除草剂使用管理实施条例草案，从唔係農業區開始來先禁用除草劑，為下一擺愛做尤其農業區全部都唔得用除草劑來做準備。除草劑它是一種農藥，它其實原來農藥裡頭的規定呢，它本來就只能適用在農地或者是農作物上面。就長期以來，我們對於這個事情並沒有非常認真的去思考它，所以因為它太容易取得，也非常便宜。事實上，也係農藥管理法之規定，農業地區以外，本單就做唔得用除草劑。唔過地方政府單只設家方便，唔照規定做。90年代，宜蘭縣政府發文本年度嘅河川局、農田水利會和各公家單位管理嘅公共場所做唔得用除草劑。今年年中，還開業全國第一種罰單。跟着水流走的這種水利溝哈，就是那個，因為它會散布得非常的遠，那它進到水體裡頭的這個生物危害其實非常的大哈，所以像道路啦、水圳啦或者公園啦哈，那個住宅區呢，其實是我們短期就是在前面2個階段裡頭應該要處理的事情。其實長達3300公里嘅灌溉水圳，就算當年有幾千萬元嘅除草經費，不過監督到大家水利嘅小組長都用人工來除草，真嘅冇咁簡單。在3年前，宜蘭縣農田水利會就鼓勵民眾應用水圳嘅平條來種菜，減少水圳生草打農嘅機會。咱該要求，因為迄家己要食，所以就是要禁止除草劑，要拜託因莫用農藥，即係教因用生物防治，用有機肥。因為咱第1年咱就送因有機肥，互因試用。也係建議981嘅民眾應用水圳嘅平條來種菜。今年農田水利會向第30條水圳選項，總額20萬條嘅金額，按算用3年嘅時間，到印度嘅水圳總能競爭。都這樣時，唔單將生態各處嘅細條，還可做嚟創造全新嘅水圳嘅風貌。草有一個性質啦，吼，如果金針若旺起來，雜草伊就惡化。所以咱頭一階段是金針還未旺、還未無、還未栽時啊。這個當中，咱除 PU 布。不過，去南山非洲還可當少，因為私人嘅地大量用除草劑，真係最難檢測的。讓大家發現嘅楊文全就認為，搶要還可多先思想嘅有心耕種嘅小農家業，製作真基本除草劑唔檢測。我們看到非常多農田的田埂都噴了除草劑嘛，那這個沒有辦法，這個就是要有新一代的農夫進場接手，那會噴除草劑的，他這些老農夫可能60、70歲，他其實是可能背除草機都有困難，或者說他習慣上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了。我們就是慢慢的做哈，這樣的工作是讓社區裡面使用慣行農法已經習慣了在地的農夫們，其實慢慢看到另外一種可能性。宜蘭縣政府喺全國第一個提出的除草劑使用管理實施條例，按算是營業或送議會審查，公告實施過後，就連宜蘭縣完全唔用除草劑嘅營業行下去呢，因為有機會嚴重無托嘅生活環境。